歡迎嚟到玩具人兒鷹生活呢個頻道。今次想同大家分享嘅係渣古 FZ， 佢已經係89年嗰陣時出品嘅產品，可以話係相當耐。呢個機體係來自 OVA 作品 Pokémon Sensor 口袋類戰爭入邊嘅機體嚟嘅，比例係1:144。不過今次我唔係做主角嗰部機，而係做呢一部好似二戰德軍頭盔嘅版本，同先前嘅介紹差唔多。我手頭上嘅產品我已經整過噶啦，而且唔知因為咩原因，連隻腳都斷缺埋，就好似而家呢個情況咁啦。明顯修補過嘅，不過效果相當之唔理想。咁其他地方點呢？哇，個活動能力又係強差人意，啲護甲唔識喐噶啦，手臂嘅關節可動度都相當低，腰間嘅武器亦都有部分散逸咗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處理咗嗰隻斷腳先啦。首先揾白膠片補翻啲位先，跟住度下嗰個關節嗰個圓形位置嗰個直徑，再以白膠片重做翻相關嘅部件出嚟。係啦，就係咁嘅樣噶啦。處理完之後，放翻落隻腳嗰度，效果都算理想啊。反正關節活動能力有限，都唔打算令到佢喐噶啦。嗱，處理完就係咁啦。如果唔打算繼續做落去嘅話，其實而家就可以收工。不過我參考過一啲網上圖片，再比較一下，發現新嘅版本同現存出現嘅渣古版本好似同以前嘅好有分別。就係新嘅版本真係比較 slim 一啲，纖瘦一啲，而舊嘅我個人覺得佢非常似大魔咁肥嘟嘟嘅，橫練好多嘅。嗱，單獨去比較又再可以發現舊嘅版本裙甲嘅位置比較短，亦都令到佢嘅身材變得更加之矮肥。咁我想搞咩好呢？我主要係想將佢嘅裙甲增長，而嗰個腳掌嘅位置我亦都想作出一啲收窄，因為俾我嘅印象覺得佢嗰個腳掌位置塞到爆晒，完全唔似可以識得喐嘅咁。嗱，要處理當然就係要拆件啦。由於以前我砌模型都奉行可以唔使落膠水就唔黐嘅方案，所以拆起上嚟並唔係想象中咁困難。係啦，可能因為啲膠塞得比較實。不過為咗要方便做嘢，搣翻開黐咗嘅地方都係無可避免噶啦。就好似裙甲嘅兩邊一定要前後分翻開佢，如果唔係真係都唔知點樣落手。之後就梗係用刀啦，因為佢啲裙甲係成件過啤死嘅，所以就一定要將啲裙甲一件一件分翻開，咁先至可以進行下一步增長啲護甲嘅工作嘅。好啦，做完某一邊就反轉佢繼續切。其實都好彩佢啲護甲係直線嘅，如果唔係直線嘅話就會增加切割嘅困難度啦。用完戒指刀開咗線之後，
我就用勾刀繼續勾深佢，直到勾到斷為止。好啦，做咗一邊，嗰個切割嘅效果就係咁樣啦。如是者，另一邊亦都係做好咗啦，就係咁啦。跟住落嚟，大家睇到嘅就係 pat 中間嗰個夾，喺中間將佢切開，方便一陣間加嘢落去做延長。同樣地，前面嘅夾一樣係咁樣搣開佢，當然事先界咗線先啦，唔係就咁搣嘅。嗱，加上咗白色膠片延長之後，效果就係咁噶啦。其實好難期望呢一次過就搞掂嘅，中間接駁嘅位置，我哋必須要用筆地去處理噶啦。其實都唔係純粹上下延長嘅，仲有左右邊都有啲需要修正嘅。處理好一啲嘢之後，我哋又試下將佢組裝起上嚟，睇下個效果會點。覺得滿意嘅話，我哋可以繼續做落去。係啦，成組嘅下裝基本上就咁樣處理咗。當然而家都係初步完成，有排都未搞好。啊，順便一提，右手邊裝武器嗰個支撐架我係重做過嘅。之後落嚟我就想處理好前手臂呢個中間呢個位置，因為我覺得佢個立體感唔夠強，而我做嘅方法就係將佢成橛切走佢，重新做落去啦。不過我處理嘅時候，可能因為啲膠太耐啦，好多地方一整就爆開，唯有搵膠水黐翻好佢咯。另外我就處理肩膊兩邊嘅位置，同樣地我係用偷穿嘅方法嚟處理，之後會補翻膠片，造成更複雜嘅立體效果。而渣古左邊嗰個有刺嗰個肩膊，我就改過一啲嘅活動波裝落去，之後如果裝翻好之後呢，佢嗰個活動能力會提高嘅。跟住落嚟就係着手處理腳掌嘅位置，我分開咗兩件部件，然後各自喺中間食入大概2mm 嘅位置，成個腳掌即係減少咗4mm啦。用呢個方法令到佢變瘦嘅。係啦，切好咗，搵鉗鉗甩佢，咁就搞掂噶啦。當然要打磨下啦。嗱，我哋比較下，左手邊就收窄咗，右手邊仲係保持原狀嘅。此外，小腿背後我都加上咗一啲補品嘅噴射筒嘅。嗱，就係咁樣，唔好睇小佢啊！撳翻個護甲落去，一樣睇到嗰個噴射筒嘅效果好明顯嘅。之外，我都參考咗 G-System 出品嘅版本，佢嗰個防護盾增強咗好多嘅，所以我都希望喺當中做翻啲嘢。另外，全身嘅地方都應該加翻黑線，咁未完成嘅，咁梗係繼續完成佢啦。仲有就係腰間嗰幾粒榴彈，我會重做佢嘅。另外就係背脊仲要加多個熱能褲添。唉，講就容易可，做就唔知結果點啦。今次就講住咁多，
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啦，拜拜。